年的斗南举办着稻米达人的比赛，农会特别发奖金，鼓励农友提高米的品质。 斗南农会为着农业部逐年的台湾稻米头人比赛，伫咧斗南地区举办选拔，头名就会当代表斗南去参加全国赛。今年分做芳米甲非芳米两组，各个农友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小的，那所以竞争也非常激烈。 除了比赛，农会嘛趁这个机会来颁发农会要予农民的稻米奖励金，因为比赛上主要就是要刺激农民继续来提高品质。金质奖的那我们就是加发50万啦哈。那我们如果银质奖的话，我们加发30万。 今年拢总有26位农民参赛，有人是参加过几啊届，嘛有人是头一届。不过大家人拢对家己的米真有信心。当然要有信心，参加比赛，但是入围就肯定了啦。比赛最后是沈炳峰摕到芳米组的头名，甲吴炳宏摕到非芳米组的头名。农会讲斗南的米品质拢真好，所以就期待斗南的米会当伫咧全国赛摕到好成绩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